心想事成第16條法則：正直可解決所有疑難，正直可以解決一切嘅問題，寂靜能使人心靈安寧，就好似睡眠能恢復體力、消除疲勞咁。寂靜能使心靈交流，將養分灌輸喺心入邊，令人恢復生氣。愛默生主張，為了傾聽眾神的悄悄話，我們該有更多沉默嘅時刻。愛默生所講嘅眾神，我哋可以將佢當作係潛意識，因為眾神絕不會大聲談話，所以心目中唔平靜嘅人係無法聽到嘅。喺呢度講嘅正直，係指注意力同埋感官功能停止向外活動，同時去期待擁有無限睿智嘅潛意識，必定會與你所感應並明示答案，而且將注意力嘅焦點集中喺你嘅理想、目標同埋目的上，而保持沉默嘅時刻。你要完全隔斷五官嘅感覺，實現完全正直嘅境地，反覆去感覺嗰種情景。你要默默咁想象你嘅願望同埋構想已經被實現嘅情景，咁佢就會俾你嗰啲構想嘅潛意識，就會俾你一套完整嘅計劃，指示你去實現。呢個時候，你就可以享受你達成祈願時嘅喜悅。有一位母親向摩菲博士抱怨佢嘅兒子唔聽話，令佢就嚟發癲了。於是博士勸佢每一日嘅早上祈願，然後閉目將自己同外界嘅一切隔絕一段時間。實際上，呢位母親好有必要對過去嘅種種事情做一次平靜嘅反省同埋重新思考，並且去檢討自己同子女之間嘅問題，好讓佢心中嘅愛同關懷得以滋潤成長中嘅子女。結果佢精神上嘅電池再度充飽電，令佢嘅生活情況全面好轉。圓夢小語，所有的事都是完美的。如果你聽完呢條法則有任何心想事成嘅事件發生，記得返嚟留言俾我，仲有 like 同 share 俾大家。